大家好，我是黄明川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多节雄灯法相的特征与它的意义。每一尊佛像的特征及细节，无论是姿势、手印，或者是装饰品，都能体现成佛之道。当然，多节雄灯一位完全正悟的护法也不例外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多节雄灯的头戴着一顶圆顶帽，圆顶帽代表宗喀巴大师对龙树菩萨中观正见的教诲，它也是多节雄灯所保护的珍贵教诲。因为没有中观正见，是没有办法成佛。接下来，多节雄灯穿着袈裟，出家人的三衣分别代表别解脱戒、菩萨戒和密续戒。这也说明多节雄灯严守着这三个戒律。而多节雄灯的右手拿着一把文殊菩萨的智慧剑，文殊菩萨的智慧剑代表多节雄灯可以断除我们的无明，无明也就是对于真理的错误见解。而且这把智慧剑是以弯刀的形式显现，这代表它可以更快速及更有效断除我们的无明及烦恼。多节雄灯左胳膊也有一把金刚钩，金刚钩代表多节雄灯的能力可以直达三界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。除此之外，金刚钩也代表它可以驯服我们的心，以及可以勾住有利于我们修法的条件和资源。多节雄灯的脚是穿戴着虎皮鞋，而通常正悟的佛、菩萨或者是护法都是打赤脚。那么为什么多节雄灯不是赤脚的呢？那是因为多节雄灯的慈悲让他穿戴着虎皮鞋，象征他以世间神之相救度众生，也意味着多节雄灯可以非常接近我们，让它可以非常快速为我们的需求做出反应。多节雄灯的右手臂上也有一只秃宝鼠，秃宝鼠象征多节雄灯，它会护持佛法修持者，赐予我们物质上的需求，让我们可以更专注修习佛法。多节雄灯在额头中也有一只第三眼，也称为智慧眼，这表示多节雄灯能同时看透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。多节雄灯的左手也拿着一颗愿敌心，这颗愿敌心代表了三个意思。第一，这颗愿敌心象征着我们内心最究竟的愿望，也就是达到正悟。由此可见，多节雄灯会保护及辅助佛法修持者，直到他们达至正悟为止。第二，多节雄灯的手拿着愿敌心，代表多节雄灯可以拔除我们贪、嗔、痴三毒的根源，也就是愚痴，并且可以进一步增长我们的智慧。第三，愿敌心也可以象征多节雄灯的纯菩提心。多节雄灯为了众生的利益而选择继续留在娑婆世界。多节雄灯的坐骑是一只雪狮，雪狮代表多节雄灯无有畏惧，因为它已完全战胜三毒，也表示它一直无畏帮助佛法修持者。雪狮的凶猛神态代表多节雄灯已经完全克服我执，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执更可怕。接下来，多节雄灯的身体周围都被一层层的火焰包围着，这些火焰都是由多节雄灯的菩提心化现而成，并且从它的毛孔散发出来。这火焰可以烧尽由于我们无始以来的恶业所造成的障碍及无明。而且当我们越靠近多节雄灯的时候，它的火焰就越有效消灭我们修行上的障碍。多节雄灯雪狮脚下也有一个日轮，代表多节雄灯已经了悟空性，
了悟空性可以消除我们修行上的敌人，即是无知、妄想、以自我。而日轮之下则有一个莲花座，莲花座代表多劫雄灯的行为都是完全以慈悲为本，就是因为如此，多劫雄灯都一直不断的救度众生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，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多劫雄灯法相的意义。谢谢。